你上来了再瞧瞧我们家这么多好东西，你瞧那菜园子好，因为它不打药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您留点吃吧。哎，那大腿，哎，那大腿，那大腿。你平时不来，我可以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有啊。你说我这一张纸换仨茄子，你说不能那么说。插上葫芦，对，哎，拿插成纸，转一转，捏饺子，搁点肉捏饺子吃。不行不行，快帮我一下，这有点扎着我。带毛毛刺儿的这是。就是对，有刺儿啊，种着，太棒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不用谢，像你们这演员哪儿见到真人家？那电视里看见你，您也不认识我，你说我这个演员做的还不到位，慢慢来。这回说到位这句话到终点了，没有顶点。哎呦，什么时候都不能说到位。哎，都可以了，行了。我一辈子我就不做那到位的人，这太符合我这个。行了，行了，好嘞，谢谢啊，拜拜拜拜，二哥二嫂，拜拜，身体健康啊。小俊，看看认识吗？太棒了太棒了！老嫂，看看这是谁？你好啊，您看过他们小品吗？看过吗？春晚的小品。沈腾，真大，这个知道吗？拉一盆泪吗？啊，说你学习特别好。我先考考你，考一我先考考你啊。废酒瓶子算是其他垃圾。行了，好好学吧。什么呀？废酒瓶子算可回收物啊。啊，三类垃圾和其他垃圾，我觉得咱们就拿一个胶往垃圾桶那儿一贴，一看就知道谁该扔哪儿了。想的多到位。我就贴这桶这儿啊。OK，咱就放这小袋上。这啥呀？核桃，哎，都这核桃啊？哎，对，核桃是这样你别跟那燃烧，你就拿那皮，这拿俩就行啊。这还啊燃手，你别跟那燃烧。我给你拿个袋儿，弄个皮不往下弄是吧？对，弄个皮就。你这个你在那儿。哎呦，这这是感觉这是皮已经发下来了，这个然后就不燃手了。是皮燃手啊？对，皮燃手。不是这燃手，也下不去了。洗不掉，得好长时间。那我赶紧给您搁回去。拜拜。跟他干啥？哎呀呀，哎呀，这孩子怎么才拿出来？快！搁车上。行，那都搁车上吧。哎呀，这多不好啊！那回头把牌儿给你啊。没事。行嘞，走了，好好学习啊。 OK，拜拜。走了，主任啊，坐好了。